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郭文摕同收押4个月，地检署早起正式起诉。郭文摕一透早面拢无表情，慢慢来加入到地检署。市长办公室的郑主任李文忠是面色沉重。那威经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头咧咧坐轮椅，红晒入去地检署。另外，还有市议员尹小薇、甲政府市长裴振兴5个在押的被告全部告齐。这检方特别伫个收车道派10外个法警做人墙，互被告来落收车。警方嘛伫地检署的外口安这个骑马，要来防止冲突。收押将近4个月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摕穿那些外套、乌长裤，双手共款扣条咧，拢无啥表情，看头前，无加看媒体，慢慢行入北检，今日正结起诉5个在押被告，拢到位。检方起诉还是不认罪吗？穿青色的衫、甲深色的裤，双手被扣条咧，合法警押上北检。前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表情正沉重，头咧咧。检方嘛有所准备，叫规10个法警排规排，尽量无要互媒体翕到。主席免到庭的缄默权吗？犯着乌色甲多利罪，威经集团主席沈庆京是挂喙暗甲戴一个帽仔，一个轮椅，头咧咧，互法警杀入去。承认受贿吗？白一个头毛尾挂喙暗，用资料查被扣掉的双手，台北市国民党一个议员应晓薇甲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兴同时行入去。北检外口，警方嘛是大场面。咱还予台湾一个政治亲民的空间。抗议团体举手帮为郭文摕赞声，和警方包围，为了防止发生冲突，早起9点，就伫北检的门口为铁架啊，中正第一分局中央派出20个警力部署伫遮。4个月调查期间，郭文摕经发生案件、政治献金的案件，正结起诉。5个在押被告敢会当交保，还佫面对接押庭的审判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